賣點係酒店式嘅小吃，魚子醬乾脆餅。都係傳承落嚟㗎啦，都係跟師傅學㗎啦。江師傅60歲喺酒店退休之後，就喺呢一間社會企業繼續發揮佢嘅烹調手藝。俾啲老人家有啲嘢做下咯，就唔會話酒店啊規定你咩時間退休啊嘛。酒店福利好啲啊，呢個係事實㗎啫。55歲嘅陳師傅，舊年9月由印尼回流返香港，諗住揾份散工，點知喺呢一度揾返佢事業第二春。黐金老糕啊，紅豆糕啊，桂花紅豆糕啊，要即係配合㗎都要睇下。有時要求整啲咩啊，咁樣咪整出嚟咯。呢間社會企業資金來源係私人老闆，佢係開安老院㗎。餐廳最為人熟知嘅地方就係佢專門聘請長者。呢個中央廚房除咗大廚一職，其他好似洗碗、雜工等等，都係由冇相關經驗嘅長者擔任。瓊姐70幾歲，退休10幾年，喺呢一度學識整曲奇餅。瓊姐嘅刀工仲好厲害添。我哋長者嚟㗎嘛，喺出邊人哋唔請㗎啦，喺呢度先請嘅。你出嚟做嘢咧，有個精神寄託咧，出嚟開心。今日咧有3樣菜，有呢個生菜，有薯蓉炒油麥菜啦。5年幾前，呢間專注發展長者就業嘅餐飲機構喺一致唔被睇好嘅情況底下開業，營運至今，業務已經擴展至私房菜、農莊、到會服務，甚至係工廠食堂。一共聘請咗350名長者就業，佢哋嘅年齡最高係79歲。整翻嚟啊？未，有心熱喎，睇住熱喎。你有食一塊啊？我食咗啦，我食咗好多嘅。呢啲係最好食，呢啲夏威夷果仁啊，最好食。就得我哋嘅。麥姑娘係機構嘅總監，佢話社企結合市場觸覺好重要。好似香港已經失傳嘅懷舊菜，好多長者仲識煮，呢啲特色又受到顧客歡迎。最明確嘅咧就係好清晰，呢個企業一定有一個社會目標，好清晰一個任務嘅。我哋好想咧就係提供工作機會俾班有需要工作嘅老人家嘅啫。咁呢個就我哋放喺我哋而家任何服務單位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去嘅。堅持唔攞政府資助，以社會企業形式營運，餐廳現時已經上軌道，仲有盈利。但係盈利點樣分配，股東就未有討論。佢哋話主要都係擺返落社企作進一步投資。因為而家起步，差唔多去到90% 都放落去嘅，係應該係100%。因為而家係真係冇，我哋會覺得多一啲又放落去，多啲又放落去咁樣嚇。咁但係去到某年某月某日，會唔會去界定10%、20% 先至自己袋，80% 都放落去？咁我哋未知，係啦，真係未知。幫到長者之餘，佢哋話目前到會服務收入嘅5%，全線餐廳嘅小費都會撥捐到集團嘅慈善基金入邊，再去做社會福利事業。咁你都唯有係信佢嘅啫，其實係。